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晴。今仔日早起，在野两党主席来相会，多个敢若无共识，但是马总统独裁会到最位，树利率游行之后，敢会拍开政治的事件？今仔日四位专家到底来讨论。 首先，小介现场的来宾，头一位，民主进步党屏东县立委蒋家彬。平年好，乡亲大家平安。那么第二位，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，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么第四位，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退休教授杨泰顺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 那么继续咱来关心在野党的领袖峰会早起来举行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双方面交换着意见点外钟，嘛达成了共识。因的共识是要甲县市首长、产业、劳工、学者加入着因的平台，提出民间版的关税冲击的影响报告。 朱立伦佮邀请到黄国昌26号做伙来上其他甲咱的大道。那么黄国昌答应讲，伊要代表民众党，那么甲台湾的民主来出席，甲台湾的民主吹回来。对，需不需要拥抱一下？双方见面小览展开对谈，国内在野两大政党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，二共同召开在野领袖峰会，南北各一班合作，聚焦美国总统关税战冲击、立委大罢免、司法改革等议题。朱立伦更较当面邀请黄国昌4月26同齐上凯道战独裁。我特别在这边也跟王党主席邀请，我想4月26号。 有人说他是谁的主场？我说是人民的主场。4月26号，我会代表台湾民众党参与凯道人民的集结。针对关税可能影响各行各业，朱立伦炮火对准总统赖清德，批评全世界只有台湾的无罢免。以政府880亿特别预算不足，爱大大地提悬到2000亿。黄国昌表示，政府甲美国谈判爱踏入社会各界参与，坚守谈判的底线，绝对袂当比日本、南韩低。我们应该要求，在台湾跟美国之间要签订 FTA， 我们共同在野的政党做我们执政党最坚强的后盾。这半年到1年都是严重的冲击，那至少我们以这半年为期，大家共同来努力。朱立伦提出4大方向，包括增加预算、扩大类似、开放观光、分散市场。双方也达成共识，将县市首长、产业、劳工、学者纳入平台，提出民间版的冲击影响报告。行政院长杜永泰回应，行政院愿意徛伫台湾本位立场，甲在野合作。我也希望今天谈完之后，他们真正的能够谈出一个为国家整体方向，而且真的是福国利民的内容出来。针对国民党行之不实连署风波，黄国昌以郭文哲为例，强调感同身受。南北下地加强司法改革，也毋过双方伫多个议题上态度无同调。黄国昌认为，多国无法度救台湾。朱立伦搁一摆表示，只要会当互赖清德落台，多个罢免无排除任何方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咱他这新闻大内面其实无法度吼涵盖着所有的这个会议的内容啦。但是4位来宾我拢有印出来吼，大部分的这些重点。头一个，我感觉真趣味、真深刻的吼，就是黄国昌主席讲，咱要共同在野的这个政党，做咱执政党最坚强的后盾。咱若莫看这后面讲，因要树利率啊，讲赖总统是独裁吼，其实这真好呢。吼，大家有共识讲要来做执政党的后盾。吼，要去甲美国谈判，啊，朱主席提出的4个重点，尤其甲经济有关的，啊，这班
咱马仔才来讲，吼，因为讲甲讲要880亿啦，无够啦，按2000亿啦，安怎如此这般？但是后来，伊讲甲啥物？讲吼，你赖清德总统是独裁工具，吼，司法变做你的独裁工具，面对危机。所以，咱的这新闻出在吼，出一个重点就是讲，朱主席嘅回应讲吼，只要会当达成吼，互总统落台，阮不排除任何的方式。这我就小可看无讲，这到底是买还是坏？我要先请教讲，蒋委员，你认为伊是买还是坏？其实吼，拄清明背亡拄过啦，人民党咧拍拼吼，要拼这个本色吼，要甲因心目中这通匪的这国会议员甲赶出去。但是呢，看到这个国民党甲民众党拿被两个党主席会喊吼，咱不禁怀疑啊！即马是安那？即马是肉粽节是端午节要拔肉粽，还是中秋节要烘肉？拄仔听主持人咧讲，敢是要烘肉？是讲有人牙肉烘好啊，咱就炸迄个熟胖来吼，能食便的吼。是啥？为虾米讲呢？即马国民党拄到一个难题，就是因一寡规肉粽官，好10外20几个，可能呢，即个理解的罢免就会通过。大家真正足烦恼，尤其呢，这面临罢免，可能理解通过了，你真正是安尼，等着罢免投票，迄足艰苦的呢。所以，这个朱立伦主席啊，伊要偷这个角，伊想办法啥？就有人甲建议讲，无你就倒过嘛，倒过就改选，改选国会就定选嘛。但咱拢知影，倒过改选国会定选，去年就有人讲啊啦，去年就是讲哪一个8了，在黑白来的时阵吼，人讲这吼。大概行政院要做的代志，因拢无爱过。行政院听防院，因嘛是甲推翻。既然行政你则无介意，唔照宪法的规定，你就甲倒过嘛，换一个嘛。但是都无爱，为什么？惊改选国会定选啊。所以讲，因哪一辈就讲，即马哪一加起来，8加起来超过半数啊，有优势。为什么要改选定选？改选定选无一定有优势啊。所以去年到即马两党因的共识就是无即项。但是为什么即马？朱立伦会提出来讲这呢？有人甲建议呢，就是迄个蒋万安市长啊，甲讲这爱考虑这个国会改选，新的民意来决定台湾的未来。这句话讲啊，介正确啊。类国一个国家安尼啊，拄着国会甲行政部门有冲突的时阵，就是安那。所以委员，你感觉伊去互蒋市长讲一个小可有动摇吗？无啦，我感觉讲伊嘛是顺流推路啦，无你看要安那？就讲即马3个直辖市的市长啦。台中市、桃园市、台北市，都有新北市啊。因这4个都是毋是都超过3、4个？真正4个都差不多，拢4个以上会用来伫罢免的，理解会通过呢？人就讲啊啦，蒋万安啊，你若准台北市3、4个立委去用罢免你市长免选啦，对无？伊都用来咩？卢秀燕伊虽然第2任嘛，伊无无要选台北市长啊。伊可能对。但是卢秀燕是要选总统的人啊，伊嘛袂堪要安尼啊。伊无得甲蒋市长嘛，要来抵触中央哦。抵触就是换主席嘛。朱立伦是讲恁两个拢想要做我这局主席对无？归去啦，等互恁看。我叫迄个黄国昌民众党啦，因为民众党一旦国会改选定选，你想看嘛？大家拢咧讲嘛，无总统选举啊，民众党的部分票、政党票要对对啦，因即马8席啊。可能改选定选了，可能剩无3席啊，因哪会肯？所以伊讲国会，因讲在野党爱团结。朱立伦讲的团结是啥？团结是啥？你来挖我，还是我去挖你？当然是叫你来挖我。所以阵民众党真正挖着国民党，要来支持这个倒过改选定选，是毋是就是讲，毋是中秋节烘肉伊早熟胖去呢？伊是着变做迄块肉呢？烘的就食你民众党好哈嘛？为什么？改选定选变做民众党要消灭，剩的部分区40席，拄啊好，哪一个劣的一人一半，感情才袂散，民众党才戆，所以讲真正黄国昌到遐，你看对头讲到尾，有讲到半行讲要安怎做无？无啊，讲介大，好，咱即马倒来招产业界啦、学界啦、民间团体啦，咱来研究一个对付即个川普即个关税会冲击的问题，然后就无啊，所以恁到底是要？中秋节要烘肉，还是端午节要白粽，拢讲无清楚啊！所以到即马两个人改成笑来笑去，其实无结论嘛。两个人各有所本，两个人拢咧想讲，大家未来你认为这
这个会无政治效果。政治效果就是讲形成一个讲啊，咱有共识，咱共同的敌人就是民进党，要诉求的就是赖总统爱落台，吼啊，因为理由就是讲伊独裁，啊独裁原因就是讲伊用司法做工具来迫害啥？迫害朱立伦啊，伊无代无志，叫因的这党员讲啊，你罢免啊吼，啊迄个民间团体罢免一寡人，啊恁这国民党下骹就要创啥？拢无罢免民进党。搞出来，哦，啊，人就甲生一寡连叔叔搞出来，啊，即么害啊？这连叔叔搞出来，人即么都有代志啊。收到团票安尼。收到团票，啊，谁来负责？啊，主席来负责啊，啊，无法度落楼梯，啊那，大家对我来去北检，明明是游行的禁地区，迄就是袂使去遐集会所在，你去遐就是违法，伊嘛去啊。啊，即么人讲，安尼主席都带因呢，启动部主义啦，包括讲迄个立委啦，即么大家都有代志啊，啊，即么要安那？无只好怎样，要掠遐大条的。招另外一个在野党、民众党，规气来去就街头，但是讲规波，你要向民众诉求啥嘿，嘛只好一项，就讲啊，赖清德独裁，司法迫害在野党，然后呢，咱爱团结全社会，针对川普的，讲啊，这看到乱去啊，然后呢，倒个的代志，无结论啊。伊讲无排除啦，无排除就是无结论。无排除啊，可能看后手啦。李老师，你感觉咧，这有政治效果吗？啊，真正能够一定促成讲，哇，这在野党会团结。那而且我的感觉是，这个招这个代志应该是希望这个罢免会较有对罢免有一个反效果，讲我会当挺起来啊，这敢有这个效果？是啊，当然，因为朱立伦主席吼，伊这届吼会硬起来，顶礼拜吼去迄个北京北京去啊，去带人去抗议嘛吼。其实这抗议吼，其实嘛毋是朱立伦家己发明的啦，民进党进前就带过啊啦。哈，民进党去南京遐抗议的时阵，伊嘛感觉讲这是我的权利嘛，所以讲这毋是讲这违法无违法，这其实大家拢咧做啦。啊，这无输无赢。对啦，问题伊即马咧做，当然是为着要大罢免这个代志，伊做。国民党的主席，伊嘛是上大在野党的主席，伊当嘛要表示。啊，进前朱立伦一开始，当然你会讲伊这个政治判断有问题还是无问题，大家会去看。一开始伊是讲想要降温，想讲啊，这伊咧连署的时阵，大家拢莫去变讲哪里个对立嘛。所以你讲莫去挑起这个社会冲突的时阵，啊，这个罢免的效果慢慢降温。啊，像知影后壁民进党开始咧煽风点火时，所以变我大家无法度受的时，变讲伊面对党内压力就愈来愈大，因为你无作为嘛，你做一个党主席你无作为的时，大家后壁就当然会骂你啊，所以伊唔才会跳出来讲，即马对即个代志，伊要有一个看法，甲一个表态。所以人家开始发动，当然啦，你讲这连署的过程，若有啥物伪造文书、啥物代志，当然迄是司法的问题，迄就来剪掉去厘清。老师啊，简单讲，你认为今仔日这个会面有帮战无？当然啦，这届会面吼，伊甲民众党这个黄国清这个会面吼，上主要是讲要甲迄个支持者讲。拿甲被支持者讲，在野党用个合作，进前有一年半前，大家拢知影，迄当阵拿甲被若合作，无定用个摕政权摕转来嘛，所以大家拢知影，迄届书记就无啊，所以即届就大家知影讲，你若无个合作，你若讲各个面对民进党政府的时阵，你有可能去有各个击破啊。爱合作，所以对在野对。当然啦，民主政治来讲，在野党合作就是上主人啦。但是若是讲要合作，应该是讲大家在反罢免的这件代志，爱出来投票来反罢免。但是我看，行动呼吁，因为我是感觉讲，这届因的会面除了咧表态以外，上主要可能要甲民众讲，在野党关心的是大家的巴肚哦。民生所以有啥物讲，伊会针对这个关税的问题有啥物提这4项嘛？啊，黄国昌嘛讲嘛，伊嘛要提一个。但是老师，如果若重点安尼，你就
我讲白，我哪会去黄国昌骂？我家己发表就好啊。无啊，啊，无你若讲这要立法院若要通过什么法案什么，你嘛爱民众党的支政治持嘛。效果应该是讲我先讲，吼，啊你来对我，安尼唔叫。其实国民党我是小人之心啦。无，啊，我国民党其实踮咧迄当阵关税开始出来时阵，国民党迄当阵伊就已经找迄当阵南亚的关市长，家己已经开会，已经有讲迄一届啊嘛。哈，所以这届就希望讲在野党家己。主席无插伊呢。无啦，因为我咧讲，莫讲无插，其实慢慢啊，因为这种吼。敢讲叫咱来甲川普来签 FTA 咧。当然啦，因为这吼其实影响真大。因为这是台美本来大家想要去推动的方向嘛。啊，问题这无啊简单，因为川普讲啊歹听。老师，你就讲答案嘛，你无啊简单。当然无啊简单，因为贸易谈判本来就是无啊简单。咱你去食人乖啊会啦。这确实啦，这确实啦。来，蔡老师，你认为呢？我认为就是讲吼，这个民众党的意思就是日头请赢啊，虽然过性命。哦，意思就是讲吼，老师你较歹心无，你甲人讲。我意思就是讲，伊无对这个岛国的代志。今仔会面的上重要的重点就是讲，你到底有支持岛国无？你若有支持岛国，我们才会过。但是黄主席吼，一直伫遐迄个。谢玲珑啦，吼，拢完全无讲到这啦，因为这岛国类，伊对伊来讲，八仙过海会比这四大天王啦，就是会减一半，会减一半。所以死道友，无死病道，同志，你请，哦，我无爱对。其实足明显的，伊足明显的啊吼，因为这南北吼，伫这一年来，真正是半暝啊报野狗啦。天光报吊倒，什么意思？半暝啊，都真好啊！啊，你当时若来讲民生吼，通过民生法案的时阵，今仔会来报吊倒吗？袂嘛。但是是安尼啦，罢免是7月8月啦。啊，你若是6月份杀这个岛国，结果总统甲你讲解散国会的时阵，那足简单的道理，你有可能你的实处是毋是交你罢免差不多？吼，啊，这半是真大的缴哦。老师，嘿是哦，因为吼，嘿是，岛国解散国会大罢免，还佫会当继续哦。而且你选举选了吼，咱来看这个选罢法第29条第1项第3款，候选人名单公告了后，发现候选人在公告进行投票进行，因为罢免成功，导致的不准行为候选人的事由存在，由选举委员会撤销其候选人登记哦。对啦，我简单讲啊，比如讲你若去用罢免是7年，拢袂使选，袂使当个选区选，当个选区选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若讲即马解散国会，全面去选的时阵，是足侪人，即马会比作讲，哦，我这区域领域我想要都要听你。我金门妈祖，我就稳的啊！我想要要个定选。啊，那因，我唔知，咱民主进步党来举手咧。你讲举手讲岛国，规期台像杨老师迄阵时就一直讲啊，规期台呼的，大家来选啊。我想吼，即马罢免团队上大啦，看是讲老师的意思，但是我是认为讲吼，阮是以人民吼罢团吼，大家目的一直同重要，因为大罢免的变成大罢免，就是无其他方法嘛。好像当时有岛国解散定选，我想上要去补这个大罢免，啊，但是大罢免的效果，后就讲20-30个啊面对着罢免了都来定选，啊，即马开的选举才73席，啊，就将近要1/3啦，啊，你有归期吼，大家拢做伙来选，这嘛是一个可能性啦。委员你讲这才有一个可能性哦，蔡老师拍摄。其实别紧，这重点是安尼就是讲，你若定选的话啦，吼，这等于讲。你定选就是顶届你开偌济，即届嘛爱开偌济嘛，吼，这简单啊。这道理咱莫讲有买票无买票啦，干那这个经费的部分啦，吼。啊，有人讲我想要就爱定选，所以即马内底国民党内底其实有2成伊是反对的啦，吼，2成啊，包括白营伊嘛反对，所以白营意思就是讲吼，白干啊底豆油啊，这看出啦，阮袂使叫你做伙去算这出啦，我来叫你算这出吼。啊，民进党嘛袂使，啥啦？民进党去拿投迄个赞成票，你咧反对你家己的内阁哦，无可能啊！当然有人民进党立委讲嘛，紧我嘛要来交伊定选，吼！但是我无感觉民进党全部的人拢会支持这个定选。当然的啦。因为你无尊重，来，你无尊重这个国民团体，
因为国民党咧当咧罢免，吼，啊人迄都要甲慢落来啊，你较伫遐讲吼，咱来扣。吼，你知我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啊，但是国民党的做法足简单啦，伊迄规个甲撤掉啦，要定正啦，啊定正去洗起来吼。但是我是感觉是安尼啦，不管是定正也好，还是罢免也好，有可能伊的结果7-8啊无啥差呢。吼，啊当然对你讲反也一刀啦，啊得啊一刀的时阵，我感觉吼，因得要去思考啦。吼，因得要思考，因为你若罢免落了，伊拢一直讲要叫罗总统吼定选，罗总统若辞职是副总统去做总统，过去老蒋的伊辞职，副总统是李宗仁，莫搁伫遐讲吼。总统吼，你着辞职，交咱做伙定选，都无可能。无啦，伊讲总统、副总统拢辞职啊，来立法院长去做总统。伊讲迄真正是妄假，伊讲迄就是妄假。就罢免嘛。嘿，啊，这两个若拢无的时阵，是行政院长有代理哦，啊来个定选、补选总统、副总统咧。宪法你得研究好，拜托你法学博士的，唔是掠火鸡去换的呢，拜托你啊。但是我先讲者，是，以后阵无爱大总统用罢免嘛。对不？但是伊即马有在条罢免无？2/3啊，总统要罢免，不，得剩2/3通过罢免啊，嘛全民投票呢，唔是讲国会2/3。你想不够大呢？不，这宪法专家伫遮，因为老师要罢免总统吼，还是讲要逼总统辞职，迄是讲一个爽的啦。法律上的这个规定无可能会达成这个目标。你莫讲伊咯，你连多国的这个想法嘛，无一定会实现啊，因为多国你一定爱。这个在野党、迄民众党的这个配合嘛，对吧？你若无民众党配合，你无法度斗到一半的这个票数啊，你都袂过啊。民众党别甲你配合对，民众党伊即马踮咧国会个80啊，啊，那个就不分区的啊，哦，啊，伊无面对这样罢免的这款的这威胁啊，哦，所以伊若都到了咱先前嘛有讲到啊，讲伊若个定选，伊可能伊80都无法度保持啊，哦，所以在民众党的这立场来讲吼。伊嘛无望讲去做这多国啊全面改选。那国民党现在哪有8成，头讲2成反对嘛？啊，那现在哪有8成的人赞成？这实在吼，这嘛是情势去逼出来。迄是我刚才是民进党的策略的问题啦。啊，你一届要罢免老师，你有影先讲的，因为这条新闻吼是对非拿的定赢的媒体传出来的，你有先讲哦。我像什么8成对，无管啦，这我看嘛差不多安尼啦，因为你用这逻辑来个推论吼，嘛一个合理啦，吼，因为你即摆你民进党即发动即个民间团体，一摆要罢免人34个人，拢把他斩36个啊，30几个尔，啊你一摆啊都总等于讲拢总要人罢免啦，对无？啊既然拢要罢免，那不如咱来定选，所以。这个人会安尼发出这款声音出来，哦，这有伊的道理伫的。那不过踮咧实际的执行上，我感觉这是无可能的啦，那发一个爽尔啦。哦，所以就头仔讲的，第一，民众党袂支持；第二，咱的法律的内底规定吼，有一条真大的问题。你若赌国成功，啊，国会来改善啊改善，国会改善以后60天收回的时间呢？啊！你即马面对这美国的这个美国关税这压力，你即马无一个民意代表的机关，会使60天吼来做一寡迄个协调啊，做一寡吼就团结咱老百姓的这寡就努力吼，你国家毋是乱去，哦，所以这嘛是真大的问题。啊，现在国民党咱会要有这声音出来讲，不如多结，因为咱这踮咧法律上，咱罢免的这个运作的方式。哦，对这个即马现任的这款民意代表非常的无公平嘛，因为你罢免你袂使敢若选举咁，你袂使去拨款的啊，哦，啊而且选民咧投票的时阵，哦，你罢免啊是讲正式的选举，正式选有一个对手啊，两个人会使做一个比较啊，啊我较无爱伊咧，我较爱即个，哦我就投即个，无管即个做对做，我投伊咧，啊你罢免毋是啊，你罢免是敢若对一个空气咧画声啦尔。排选哦，你讲啊，你这样唔对啊，你做参食钱的嘛，都也不用费安怎吼？对这国家民心哦，都不利安怎？诶，啊，你无比较的这对象啊，你又惊讲另外一个对手，哦，你讲哎，啊我做唔对，那伊敢做对，哦，会使互民众一个选择的这个判断的这个基础嘛？啊，你罢免无啊？啊，佫袂使拨款啊？所以罗志强唔知去安尼，隔壁底下伊个厝。
哦，去准备去筹这个经费，哦啊，影无影咱唔知啦吼。啊，不过这法律的规定是安真现实的嘛。啊，你若其他定选，大佬讲爱开钱嘛会趁钱呢。我伊妈选省议员，我就趁钱呢。对无？有村啊，对，迄无不咧哭啊。哦，啊，而且你若正式来选举，全面来再改选一个，民进党嘛无一定占到便宜哦。哦，啊，即摆民进党气势较旺啊，那大罢免这气势是民进党较旺啊，所以这国民党踮这样情势之下，伊只有提出讲啊无多结啊。老师，但有人讲吼，讲开始发罢免的声音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吼，伊是要减制这个主席的位，吼，啊，而且要取得这个最高地位啦，吼，最高地位咯，要来夺取刷一任的这个总统。你认为这是阴谋论，还是讲淡薄仔事实？伊若是第一个提出讲要罢免的这想法的人，伊尾啊都唔通讲去提出讲要倒国。啊，你两个这个运作的这策略拢无共款嘛，所以伊刚刚在我来解释啦，伊刚才是要博一个媒体的版面嘛，表示讲踮咧这个乱世之间，我无讲话啊，我无提出我的意见啊。啊，尾啊无法度做好，无法度执行，迄是你当主席的代志啊，对啊。啊，讲的出一个嘴，无啥物成本啊。万利呢？啊，哦，啊，这两个替。主要踮咧这个时机内底，伊会使保持一个这媒体的曝光度嘛。对啊，这政治人物都这机会都一定要把握啊。这嘛无可厚非啊。不过你提出来内底实在有一寡实际这执行的这问题伫个嘛，这嘛要甲检讨啊。哦，来蒋委员。是啦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蒋万安吼，伊的个性，我过去第9届立委我强势过啦。伊讲起来吼，安尼讲较歹势吼，咱大家讲比较无打啦。吼，啊你讲啊，种无人甲肯切。很硬，伊过去你看，人迄市员甲问讲，哎呀，是啥物人要消灭中华民国？唔敢讲，共产党，啊是倒一个共产党，唔敢讲中国共产党啦。所以互看破骹手，所以讲人迄市员咧甲笑嘛。所以伊即个个性较软正。但是呢，伊敢去迄个所在讲迄个话，要去进前讲，无啦，我即摆是一个台北市民，我毋是市长啊啦。但是人讲，要去进政区。人讲我是三个囝子的老爸。哦是啊，但是人讲，即个市长甲立委会用入去，伊就讲我市长就入去啊。啊，结果呢，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讲迄句话，伊是希望讲会用来发动倒国改选国会全面改选，来解决即个问题，互咱即个目前的朝野冲突，全国的民意来决定，我该水开啊。但是两个嘛，一个是啥物人甲献策，伊有压力无？是真正要做无？还是真正讲哇，伊要来拼主席哦，要甲即个朱立伦甲送转去哦？拢有安怎讲？第一，伊我着讲啊，台北市即摆4、5个国民党的立委面临罢免，真正罢掉后届，莫讲要拼总统啦，连市长嘛莫选啦，这是伊无可奈何必须要出来。第二，当即个时阵，即个主席因党的主席呢，即摆是安怎？啊，无头好神，安尼毋知要安怎时阵吼，伊来讲啊，我甲你一条路，吼，啊无安尼规起来倒过，有可能因的主席有想要爱，但毋敢讲。但是你来看哦，一开始啊，好友谊讲啥？无排除啦，吼，啊，即个卢秀燕啦，才看卖啦，对无？啊，大家拢一个咧看啥？看方向嘛。但是你来看这两个报纸，中国时报甲联合报，一开始都讲啊，这是啥？啊，这是这个执政党的阴谋啦！即摆无共安尼，你看今仔日报纸社论安怎写？我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啊！啊，颠倒人问民进党，民进党讲保守啦，阮即摆看罢团的意见啦，就像你讲的啊！人好不容易罢免，连署，对无？拍恁呢，吹风呢，落雨呢，伫遐足辛苦的呢。变做切因的意啊！啊，但是呢，讲起来啦，拄啊有一个法律的研究啦，吼，讲罢免改选倒一个较头前。你也总讲倒个改选先改选，啊，就未发动罢免的迄天，已经改选啊，对无？啊，改选到定选，啊，你就免罢免啊，选掉就你个，无选掉就听我毋免罢免啊。但是后种罢免的日期比国会改选伫改选以后罢免，但是都伫定选进前，哦，迄就趣味啊。这有史以来哦，中华民国宪政史哦，你选掉嘛是无效呢？无，因为你后阵罢免在前，吼定选在后，
啊，就是互罢免的人港区袂使选嘛。所以其实后阵真正讲要救这20几个可能会面对罢免的，因当然讲要做规矩啦，伫罢免进前吼定选啊，定选毋才会用参选，是对无？你若讲罢免啊，听候讲倒个啊要改线啊，但是呢定选的260天嘛，结果伫你罢免以后何必不即出？所以讲其实关键吼，就是看5月份吼，差不多这个时机啦。所以讲今仔日讲来讲去吼。这个蒋万安其实伊这步是有个人甲献策，然后叫伊呢去讲出来，结果讲出来了后，你看方式就开始变啊哦，即马联合报中国时报当讲，这会使考虑啊，即马本来国民党内底伫暗藏嘛，唔敢讲，叫什么党团大会8成拢支持，迄2成是怎？但我找报纸吼，一直找讲这来源是倒位？敢找有？无找无。但是都有人咧讲啊。但我知影上头先发布这个消息咧是。辉拿的这个媒体辉拿的媒体头一天发布，迄天暗时才7点外，隔顿工早起，才大家才。啊是安那，这辉拿的媒体发布了，即马中国时报甲嘛讲，袂歹哦，Q 起来用，社论就安尼写出来啊，今仔就安尼写啊，所以你来看吼，拄我讲的73个区域立委啦，足好记的，36个民进党，36个国民党，一个无党的，算国民党赢一个，60个原住民立委321。国民党3个，民进党2个，搁一个无党的高金哦，这算国民党的赢你3个啊，对无？所以是54比51，啊8个吼不分区34个，一边13，一边13，剩的8席是民众党，13、13、26加8席就34，所以即马你后阵讲即马要倒过，吼爱57票，57票敢有介困难？国民党52加2 54，都有3个就好啊嘛。啊，看是要救国民党，啊要救民进党，是民众党，啊要救民众党，调起做好开的嘛。以后总讲吴国昌，恁主席无同意，你我过来，是搞我不分过来你提名。嘿嘿嘿，哦，啊，拢算好啊，无伊要讲啥？你拢替算盘点就差3个嘛。你若要讲这个啊，民进党的这个手腕要较济啊。啊！你执政党，你要互人好处，要甲人交换条件，你顶多较优势啊！你莫讲这在野党这个代志，民进党到即马无特别意见，但是吴国昌已经甲朱立伦见面啊嘛。但吴国昌就不爱讲有啊无啊，啊所以即马你后阵无答应，伊是搞国民党要甲你一个甲你扫过来，嘛毋是无可能啊。无你来看嘛，定选了后，民众党的部分区一定减嘛，但是国民党甲民进党都会增加嘛。啊拄啊好，啊恁3个过来。好啊，不分区，阮即摆国民党，假设我是国民党，摆到第13名，13名，然后14、15、16，恁3个过来14、15、16，吼啊34席，哦，啊民进党一半，国民党一半，大家拢30都17席，都有剩呢。啊，这局要算，哪会歹算？这局因国民党要算，足好算的啦。这大阴谋咯。我是讲国民党的话啦。李老师，恁地口敢有讨论这？我讲正的啦，因为你讲那个蒋市长吼，蒋万安又为着这有特别去讲啊，我为着我家己的前途，算盘叠的，嘿，叠了以后我讲我来讲倒结，其实伊无遐巧啦，伊嘛无想遐济。我讲伊无遐巧是讲伊无想遐济啦，伊毋是讲为着我家己。哦，我要来选这个，拢是大我，我要来选党主席。伊若要选党主席，照你讲，即摆应该宣布啊。安怎讲？因为照你讲，因为党主席的投票是7月到10月中间呐，所以伊若要选，照你讲，即摆应该宣布啊，无可能讲我要7月才跳出来要选啊。那伊照伊的办事，伊到前一天宣布，也够有人会来投伊哦。我咧讲啦，即摆时阵，当然党内确实有人对朱立伦主席有不满，哈，确实有，啊嘛有另外嘛有人咧推迄个罗妈妈，对，啊。台中市长大家就想讲嘛，伊后摆是上有可能变上无大家拢靠的我嘛，对嘛，所以大家想讲，哎，蒋万安是毋是这个时阵嘛想要跳来？我应该讲啦，对伊家己来讲吼，伊感觉讲伊有年纪的优势，所以伊毋免这个时阵跳出来。哦，伊毋免这个时阵跳出来。老师，你有读到伊的心吗？无啦，毋是啦。我哋讲，你来讲，对年纪来讲，伊这40通岁呢，伊有啥物？这个时阵伊敢跳出来甲人唱？卖出头升格的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时阵，伊若好好啊，甲台北市长顾好，啊，明年底，然后明年底若选得好，
伊后摆政治去前途才有啊。老师，我是安怎特别经济吼？因为这一连串蒋万安蒋市长在1个月进前，伊就开始整顿伊家己的小内阁。是啦，换足侪人，啊换少年的，吼有诶安怎拄安怎吼，就开始变哦，市政府变得无共款哦，开会方式也无共款哦，这我有内线甲我讲哦，所以其实伊这有这个补助伫的吼，所以我某种程度我是相信蒋委员讲有个人甲指点哦。确实啦，伊后壁一直有伊的智囊团，吼，因为你任何一个政治人物，特别是你的市长，你后壁一定有无聊嘛。老师，你敢有去开会？无啦，我无法度到核心。哦，是问题就是讲吼，伊一定会想讲，这个时阵，因为对国民党来讲，面对这个罢免上后壁的结果，只好对抗，就你一定要对抗，因为你若正正，你讲35个，当然啦会通过二阶段的，差不多二阶段，差不多20，大概想讲差不多20通的啦。啊，那20通的，你若讲国民党这个时阵也无搁跳出来讲，哦，我放了软啦，大家拢安怎时阵，可能20个月拢会去变价啊。所以这个时阵有啥物朱立文应该硬出来。国家安怎嘛是爱人一个。哦，无法度啊。买啊某嘛，买啊买嘛，爱一波达啦。这个蒋市长因才会讲赌价其实嘛毋是伊咧讲的啦。进前大家就有咧讨论。问题迄我甲你讲，全世界头一个讲多个就是杨老师。当然，啊，问题迄当阵大家毋是讲这，该当做一个选项嘛。迄当阵大家是讲这是一个。我就讲先低项目的啊。对啊，对，确实啦。啊，问题迄当阵大家无想讲规个这个罢免案的这个席卷全台啊。角度来看。所以变讲大家到后边变讲这个赌格是一个。选项嘛，啊，这边算个当时啦，啊，这就是算个当时。啊，因为你大家都想讲，即马大家想要把焦点放在罢免的这个情况，变讲国民党一定要有对策啊。伊无都大家去帮忙的。这大罢免第一个提出的是民进党党团的这刁客人嘛，哈，这柯建铭哈，伊第一个开记者会就讲要发动这大罢免嘛。那你既然迄大罢免要罢人34个，啊，你那无爱一概就改善都支持讲多个啊？对不？你哈你全面的这罢免，有口难言呐，因为毕竟家己是执政党，啊，无就减制就到伊定来歹势。在阮这角度来看，你这样社会付出真大的代价哦。啊，你若造成这社会内底就较对立嘛？你看这罢免这摊位，啊，佫有一寡人反对的去甲伊商量安怎咯？啥物啊？社会对立这气氛愈来愈强啊！啊，你若是讲起来是多个，啊，你全面的改选。啊，大家拢无伊家己选区的代志啊，嘛问题嘛袂较严重啊。乍敌如初，何必当初啊？蔡老师，其实就是安尼，就是讲吼，你倒个若无成，对罢免团体即个公民团体来讲，你就是要甲没收即个权利嘛，吼。因为就嘛安尼讲这，啊，到时若煞无行的话，伊的算法是安尼啦。啊，丁选我台北市即几个迄个立委。其实因的当选的机会阁真大啦，吼，因为总是迄个伊伫遐迄个泛蓝的支持者较济嘛，吼，啊，但是若倒个无成的话，会变做讲即罢免就讲，其实我有去观察即几工吼，因伫遐咧讲即个议题的时阵，那像咧农茶会共款呐，迄罢免的团体，吼，你搁要倒个要创啥时阵，结果烧起来啦，哦，嘿，结果烧起来，啊，所以烧起来意思就是讲吼，恁这规个拢无一个意思就是讲。三无一个可行啦，吼，啊，干那万了这啊万了迄，吼，啊，而且吼，足简单的啦，你现在今仔罢免会接受，你敢知？恁就是吼，不法搁主张平等啊，明明就是讲吼，恁的人数是伪造的啦，迄人数进前就死啊，吼，伊就往生去啊，伊即马搁活转来签你的名，哪有可能咧？啊，你这吼传奇的人，现在讲伊哪甲收押，因足简单的嘛，你伫遐斗空。吼，你伫遐合口径，吼，啊，你伫遐瞒骗，当然，毋是讲你这是轻罪哦，伊这犯着几啊条吼，头仔委员就讲哦，
为做公文书，吼，迄个公务人员登载无实，个人的资料的保护法，这3、4项，伊这个是大规模的呢，吼，咱即摆讲台南有嘛，吼，高雄嘛有嘛，吼，而且是安怎你敢知？伊就是讲。人对那个今仔周刊有报出来，讲恁这国民党的名单内底，交伊这连署的名单有高定的重复啦，吼，而且签名呢是真侪，就是拢签迄个共一个名，人个足简单的仪器一查就查会出来。所以我来伊讲吼，这就是阮讲的恶霸，你若违法，你就是恶霸，结果恶霸你就耍，你就大概鼻仔蒙嘞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，你是支持罢免支持到底？毋是。对罢免团体来讲哦，恁即摆甲我讲这个，你用迄个倒戈的代志，因会感觉讲，阮都舞甲遮久啊，舞甲一趟时啊。但是你毕竟是政治系啦，我问政治的这个计算啦。是。有一个这个媒体人吼，伊讲吼，民进党的高层吼，讲估计会当罢6位的哪位啦，但是这6位吼，若罢落去了，搁定选，无一定是民进党选掉呢。对。意思就是中罢免啦，无法度大罢免啦。迄有个选区有够中罢免哦，中罢免的意思，罢免中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哦，伊这有的选区，比如讲你若台北市港澳这个所在，迄有3卡都嘛，甲包括台东迄有3卡都嘛，这有可能啦。搁邦桥迄色啦，吼，其他的就是讲哦，真市民党咧起来，无法度完全吼，国民党拢罢掉啦。加简单，伊是讲政治的计算，你是支持罢免还是支持倒戈？我感觉倒戈吼，较无可能，因为那因袂支持啊，吼国民党内底嘛有人反对啊，吼倒戈嘛是共款啊，毋是佮共款选举，选举嘛是拢成本啊，公投嘛是成本啊，吼宪法规定的这规定拢爱成本啊，吼但是你伫另外伊伫遐咧抬的时阵，咧违法的时阵，通过遐奇奇怪怪去用解说已经违宪的法律，你若毋讲啊？这嘛是足大的成本啊！因为咱的台湾的民主政治已经互恁破坏去啊嘛！恁国会的权力遮尔放大，太上的国会，嫌总统也要叫来立法院质询，这都是咱看袂落啊！所以今仔日会烧甲遮严的原因就是啥？你敢知？就是你家己摕到权力，但是吼你已经大甲吼有够大啊！大家要来甲你压制啊！简单讲就是。老师，那头拄我来讲政治的计算吼，就是讲。我小等会请教钟委员哦，就是讲OK， 那是罢到6位的这个哪位，但是选的时阵无一定民进党会选掉呢。民进党这安尼这摊会趁到啥物？到时阵你这个在野党是拍断手去颠倒用哦。对，现实的即马美国压力较大，中共的压力较大，中共即马已经。通过迄个啥物对台湾的这贸易壁垒控诉，6、7、8亿个美金的这台湾的这出口，吼，可能咱们今年年底就用取消哦。所以民进党这么执政的时候，伊面对正大的这个财经的这压力哦，经济压力哦，你即马发动这罢免，是不是在转移这社会注意？尤其你咧罢免的过程内底。你画出来上大声，就讲即个拢中共的同路人啊！是毋是会在成功的转移讲，咱即马对即个咱台湾这政无力，吼，这政策唔对，造成咱这经济这发展袂起，吼，是毋是会再甲转移讲安尼换一个这对象安尼，大家去一口气会再去出去？吼，这那无政治的利益，这对这民进党来讲，执政党来讲，这是真大政治的利益啊！但是刷了要算人头，还是输人呢？输迄是以后的代志啊，对吧？你即马我头仔讲啊，讲你即马这3、4个月，都是美国互咱台湾压力上大，这3、4个月，咱谈判都还未排起哩的，还未开始甲美国谈的啊！大家拢在注目这个代志啊，就我这个做出口的，即马大家拢安尼死准啊，哦，对啊，你即马用这大版面啊，这话题吼，这媒体这版面吼，拢啊填满。哦，大家莫去想讲这经济这困难，莫对这执政党有太大的这希望，这党毋是比较轻松的。老师，你安尼讲，你来讲破去，你莫讲互朱立伦听，伊就知影讲这个大家哦。朱立伦这都无效啊，这对吧？今仔日这遐尼多、遐尼济这伪造的这款代志出来，伊做党主席毋免负责啊。你安怎领导这党诶？没错啦。对吧？你安怎领导这党诶？即马这个朱主席吼，伊同艰苦的就是啥呢？
伊作为一个党主席，当第一阶段咧送的时阵，伊讲哦，安尼东西咧罢免咱拿的啦，哎，都无罢免力的啦，赶紧甲我创几个啊！大家去创啊，创一个创康去啊吼。好啦，即马来讲当即个到底罢免甲倒阁，咱来看，足简单，毋免讲伤济。罢免送咧推杀人民嘛，你要动嘛，无才调动嘛，遮济人要推杀，你要安怎动？罢免呢？罢免甲人民无啥物直接关系。立委要罢免就会使立委要倒阁就会使倒阁啊。罢免是人民咧推杀，倒阁是由立委来决定。所以咱来看倒阁会成袂成，爱看立委的心态。先看啥物人的心态。如果人讲啦，30秒伫变数是算时间长还是短？人讲爱看你是伫内底还是外口啊？30秒伫你内底区的人，你感觉我这也无介久啊？你外口咧等的人是足艰苦的啊！所以你要想着人的心情。即摆后总讲第二阶段，国民党有20几个委员通过2阶段，你来想啦。整个党啊，总是党主席讲，哎呀，这20几个我选过叠叠的吼，评估一下吼，就算我你罢免过无超过10个啦，罢免过定选咯，民进党无可能摕超过一半啦，啊那有效，嘛是国会优势伫哪个甲8啊？嘿，迄是你毋是当事者，你当然安尼算啊，20几个我算的哦，应该无问题啦，优势，互伊罢免落去定选嘛是优势伫哪个8个遮啦？那你啊怎当事者毋是安尼想呢？当事者就是讲伫外口咧等咧，结果要死呢？你即马20几个宣布啊，好，假设咱遮，就是杨老师，你无互罢免，其他人呢，就是要参加第2阶段过啊，啊，等迄个日期投票会过袂过毋知，你的心情安那？你的心情敢会快活？你的心情敢有心去问政？你来看啦，即马立法院8委员会啦，逐礼拜吼，阮看议程啦，我遮也要去倒位看。我全部吼。对啊，啥物人要去遐开会？无开会啦。国民党会这么无心咧开会，尤其迄面对着哦，即马甲你宣布哦，啥物人已经通过啊？迄啥物人都通过啊？什物差偌济票？啥物人都继续加油？你看遮个人啦，面悠悠啦。你甲讲，你毋免烦恼，阮甲你算过命。国民党就算20几个通过2阶段，罢免性的无10几个，10几个都定选，民进党摕无5个，大家放心。哇，这是你是当事者，你会放心无？所以倒过这个代志，都是因为遮来烦恼家己的人。你一个变数话，对啊，你会面对着罢免的人，你敢会安那想？所以你讲会倒过未倒过，毋是问人民，毋是问咱遮旁观者，是问啥？当事者。所以是即马倒过是人咧推杀。面对罢免的当事者伫暗中咧推杀，伊都袂使徛明的啊。但伊你后阵随来问，但是吧，你讲安那？我是无意见啦，后阵袂吼嘛，安尼嘛好啦。大家嘛安尼讲，私底下大家问话嘛，当嘛安尼讲。你去问伊咧面对到迄个罢免的，委员你认为8成是真有可能会拍数？当事者伊的心理上吼，为什么死是死兵都毋死队友？罢免是我啊，倒个是全部啊。对无？啊，你想看嘛？你后阵无要互罢免啦？你为什么要全部改线？你讲改线，我哪有说改线？我就做得好好啊。但要罢免的人咧，你毋知我会艰苦，所以即马党主席因内部是足混乱的。但是我相信啦，多数要互罢免的人会较急啦，伊嘛较强啦。无要无紧的吼，无要无紧的，伊老嘛讲，好啊，看大家意见啊，我无意见啊，我无差啊。吼，所以你要了解。罢免是人民咧推杀，倒阁是互罢免人咧推杀，到底会过袂过？看即2种人的力量，倒一个较急，倒一个力量较大，啥物人骹手较紧？但是吼，我他委员来讲吼，我认为吼，应该毋是2比8，应该是12比8。12比8就是讲，民进党委员讲我做得好好，我何必要倒阁咧？而且我在这政党的立场。我歹开喙啊！主要是定选啦，定选嘛，毋是啥物倒阁歹看啦，是要定选啦。定选嘛，了阵定选我就稳嘞，无差啊。无啦，那委员你稳的啊。对啊，所以讲嘛，看你的所在有稳无稳啊。你了阵讲是足稳的，伊讲无差。迄一摆一摆的吼，迄就讲我即届好不容易才选调，都差1-2千票、3千票。我讲一摆一摆，这无分啥物倒一党。你只要是一摆一摆当选的，你当会想讲安尼毋知后次有机会无？所以当然徛伫阮民进党阮的立场当然要有信心嘛。就算你是当初是安尼讲无问题，我选绝对有信心冲会当选，你当然安尼讲啊。但是安尼呢，这样个败落破败落，你真正算，我想民进党无稳赢的呢，李老师。确实啦，你来讲，正对即马拿力的这个基本盘来讲吼，基本上啦，当然力。民进党较有优势，因为有接见权嘛，所以有资源应该压落去嘛。啊，不过对即马民间的这个愿望来讲，迄就无一定啊。
因为民间像老师头后咧讲嘛，即马台湾面对川普即个关税，啊，甲后摆经济要哪发展，即马大概头毛咧烧哦。所以政府大家即马看是讲，希望政府紧提出办法嘛，毋是逐工踮咧讲啊，咱即马已经排着要甲美国谈判啊，伊无问题啊，安怎？大家要看是讲，你到底是要安怎解决啊？你讲啊，这无效，因为大家要看上后壁结果是安怎嘛。所以才今仔日朱主席其实这个会，我本来掠做讲拢要讲德国要骂总统骂足济，无咯。伊就提出4点哦，因为吼本来啦，朱主席本来对这个会期的愿望，本来是讲要甲定位踮咧这个民生法案的会期，就因为针对咱这个经济发展，会来提出足济法案嘛。啊，问题民众来讲啊，这个会期是国安会期，因为咱要为着要反对这个中共吼。对台湾的这个统战安怎，所以咱要来讲这个国安法啊，所以等这个川普这个关税战开始咧压出来的时阵，大家就感觉讲，希望政府用去针对咱即马台湾经济面对的问题来解决啦。因为即马台湾大家拢知影嘛，进前蔡英文总统伫的时阵讲啊。老师，你安尼讲起来呢，真好啊！你应该强调这啊，互这个大罢免，要罢免，本来要出去罢免的人讲讲，你国民党也有小可理，其实是理性的。所以慢慢因会调整啊，一定会调整的啊。所以一方面为着这个支持咱这个委员以外，老师，你有咧预告讲因会调整？无啦，我讲调整是讲踮咧这个宣传一定会调整。一方面去支持面对这个啊，若要调整规矩吼，规矩该几个较主要迄小可换起来，安尼都迄算迄炸弹吼，迄引擎甲拆掉，安尼都好。即马就是讲吼，为独你讲，当然啦，对有的委员的这个言论还是这个做法哦，加减啊主席加减有提醒啦。有诶，讲啊八开咧，啊八开，除非你甲第一个就除非你甲禁止党权啊，停止党权啊，是无理法啊，无简单啦，因为做主席抽忧心啦，对不？来，蔡老师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讲吼，分鼓吹历史根桥的啦，吼，伊这就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，迄步军旗、黄国昌，我讲这哦，你家己讲，我意思就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吼。创恁咧创，啊，结果罢免是阮遮个啊，吼，啊，今晚咱伊的看法足简单的啊，吼，伊是东山庄啊，那孙悟空甲猪八戒两个拢无回时，伊要去取经，无可能啊，伊就无法度去取经啊嘛。而且你讲罢免煞了，是毋是民进党会较？我甲你讲吼，即届你去看迄游行吼，49个游行，有中间选民，有中华民国派的，嘛有迄台独旗做一伙的，而且佫有迄个过去20%天理的，即届若佫无天理，其实这拢是因的危机嘛。吼，啊，像啊，就嘛，咱要思考讲啊，未来倒个倒的，伊就是讲啊，万一我在台北市这几个我的好啊，吼，伊到时无法度挺我来选市长、选总统的，这几个也叫拔掉，伊的意思这拢正常啊，吼，啊后一次起来，大家就搁悄悄的，搁做伙搁开始定选啊，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吼，这个啊个足济会当看的啊，但是无迄个稳赢的啦，吼，莫是讲啥物会稳赢，你若克稳克势，吼啊，吼要拔要甲。就恶霸，结果家己是假霸，安尼是足惨的。来，老师，我对这个在野党的这个会议，我本来是感觉足失望的啦。哦，这在野党会议，你国民党你提出比方，周立伦提出4点的这建议，啊，你也毋是执政党啊，你提啥物叫人啥物加开钱嘛，800亿无够，爱开嘛，爱加开好1000亿，吼来做纾困他。这人执政党有执政党的想法，伊有伊的策略，伊有伊的方向啊。这毋是咱在野党应该这款的在野党领袖这会议，应该是提出一个制度的这设计出来。比如我举一个上简单的，像过去咱台湾人拄着这重大的这事件时，咱执政党拢会去调去，譬如啥物国事会议啊，国事会议对嘛？你嘛就讲这嘛，你有这国事会议的平台，你以后在野党再有这个发挥的空间嘛。
唔是讲你提出什么都爱扩大内需市场，大家嘛知爱扩大内需市场，我就着你讲啊，对不？哦，你若讲一个制度的改革的这个方向，讲话讲得足白，我唔知嘛。这事实就是安尼嘛，对吧？有啦，其实一开始就朱立伦主席就讲啦，呼吁赖总统召开国事会议啦。因一开始就讲。你这个就你看在野党这大家到底在开会，你你上下要讲嘛讲民主独裁，讲独裁人，独裁恁哪我到底下开会，迄早就掠起来啊！无啦，我是讲，如果你若结论讲再次呼吁赖总统你来甲阮开会，对啊，吼。我是感觉讲，这唔知要安怎讲啦。你若总一开始讲吼，咱就呼吁吼，咱朝野共同来面对美国的关税冲击。这是感觉就无共款。在野党来讲话，当然嘛咧讲啥物要。